观众朋友，今日个好幕欢迎收看福喜来，我阿明哥刘浩明。讲起我哋台湾有几多客家嘅庄头，乜講到客家咯？你講也要莊頭嘅人，可能以前係啲客人，但是伊哋慢慢嘅唔記得即個係客人，冇你講，伊哋唔可以講客話嘅。我哋今日來賓來自我哋嘅嘉義嘅總埔，伊係郭鳳儀先生。伊雖然睇嘅伊哋算是好多年嘅啲村莊地位，但是伊還是堅持講客話，最晚嘛變成伊啲客語嘅資源教師。我哋請伊來到嚟現場，我哋分享講，伊係站嘅喺做乜事情，同時伊係樣啊開始學習，也係客話嘅。我哋馬上歡迎我哋嘅鳳儀先生來到現場。鳳儀先生好，大家好，我係郭鳳儀，我哋嘉義出世，也係啲高雄。大家好。今日我歡喜可以接觸到我哋嘅鳳儀先生嘅訪問吼，我想請問一下，你上頭當然一開始有講到講，譬如講嘉義總埔吼，甚至講太林嘛吼，其實伊係一個客家一個莊頭啦吼。但是近交嘅嗰條人其實大部分人都唔可以講客話，有啲人根本嘛唔知講這個係客語，但是你這個算是喺嘉義總埔嘛吼，但是你幾時些算是嘛係算好多人個多嘅地方。當初侬會想講，我堅持講客話嘛？也都感謝阿妹吼，安尼堅持。阿妹是苗栗的苗栗的人類的客，阿爸是苗栗的三福的客，所以花柳強呐、四眼強，所以我不卡攏有安尼個。阿咪講我就阿妹家父阿爸都客家莊。規啊攏客家人，吼，古時候咧講客嘅時陣，攏係花柳嘅客。咪好我條做嘛要講四眼嘅強嘅，阿妹客家話落，阿妹咧想講我家，吼我婆攏講四眼嘅強。佢想講，佢一單我條轉去，我條唔要講，安樣解釋。吼，佢都堅持，啲不卡都一定會講四眼強。吼，阿妹佢啲環境。新竹市甚至不卡都一定要講客家話。我哋客家莊千多年咯，後邊咧都唔要講。因為佢上數本講，硬講咯。好話學都好嘅，做嘛講到客家話咯。唔過我都也下啦感覺講，我美國安尼做是正確嘅，係啊。所以也真感謝我哋按這堅持。媽媽都堅持講，我唔可能喺外面時可以講河洛話，但是貴到落卡。你一天要講西安客，可是其實爸爸講，跟侬唔會教，我要去了咯。伊冇乜個想法誒，佢當時我爸吼，為了生存啊，真嘅算是冇容易啦。所以教育嘅東西，攏阿妹咧教。啲阿妹啲書啲環境吼，佢教到我條，佢做嘛要按會講河洛話，其實愛歸講我婆。阿婆咧做生意嘅第一代，規啊攏好多年，叫做佢都曉講。我真記得起來啲客家莊做有一件事情真好笑，都客家莊老輩規啊攏好多年，我妹都講堅持要講客家話。咪講一出去客家人都真酷啊，上點嘅人規啊攏好多年，攞去咱客家話嚟講，去買乜個東西啊？問題都唔曉講啊。我都講阿妹，喺佢講喺去買一隻薑麻。我咧薑麻講阿媽薑麻一樣講，佢講薑麻都好多花都薑。然後添帶蔬菜都較種下，室內一段路，用行嘅去買薑麻。都想講都唔是頭講客家話，佢都講唔都叫啊叫咯，一兩都過來就唔記得，有個就講到來，所以我個真神奇。迄種時我妹客家話真係真嚴，咱唔要講吼，像那都靠啊海，古時候我條都來講吼，我條乜叫一定要學。好落花冇要出去買東西咯，咪講記得講好，都出去學唔怕，真係哪講法都去講西煙都錯嘅，冇哪講花柳哦，人婆都去談西煙橋。嗰時我唔可以講花柳都錯嘅，嗰時伊是西海橋吧，唔是，如果比較西煙就花柳橋啊，就從頭講嘢西海橋，跟這個蠻談嘅是花柳。
回流糖会多，因为糖会是，糖会是，因为我爸办去种下，贵啊，好，可是糖的是啦吼，讲你不一定讲得出来。讲无按腔啦，系啊，你试验强拢也没较坚持。唔错，可是妈妈要坚持，其实最重要。可是其实一件事情，你会发现，老公，各种今日看下节目时间，你会发现，当初妈妈要坚持，后来真是影响到我哋防疫身上，伊后来佢都会发展。可是今日节目一直谈下，你哋讲，做乜嘅伊啲妈妈要坚持，规到落下，一天啊学客话，一天啊讲客话。虽然讲听我哋可能学法语啦，学好罗法，但是规到落下时间。唔單止講可以幫人哋客話傳承下去，同時嘛可以影響到成人嘅一生。從頭都有講到講，其實媽媽希望講睇到下啊講客話嘛吼，其實嗰種人咧算是兄弟姊妹客話嘛講個幾好，但是後來做嘛我想講會去靠行業認證一件事情。行業認證佇天師台同當開師哈，阿妹都講哦，是啊年節攏搞有年嘅。啊，條路嘅問題，佢都想講，問阿妹講，啊考也有效，佢都講，阿妹都係做生意嘅人，佢都看得到，後尾佢都嚟講，唔是上安多，有我都講，都去考完了表，喺個用冇聽錯，啊，實面向佢去考到實也都對學業嘅教書。國小嘅傳師嘅專業，做先有生有死啦。嗰時其實是媽媽我認為講靠認證一件事情，而其實可能個人嚟吼。又去感謝阿妹，啲態度都係好人嘅聲音。看到嘅面，攏告訴是，我都客家人攏講客家，阿大有讀書嘅人都講，都教育，所以阿妹都拿條聲音講。不管有錢冇錢，都愛讀書。讀較高啲啊，我看樣都要教，安尼，所以當尾去考安尼認證。嗰時等於講把認證當作係一種算是語言的一種算是一種證明啦吼。嗰時其實你這去考，後來都輪到去考。咁其實去考是很用準備啊。用來考嘅。用來準備係冇錯。準備到嘅行政院有一本書。一本書係。一隻 CD。係。安尼聽。係。面向我想講，無媽教出來都日本聽。好啦，都規下都來配落。係。配落面向考試嘅情形，規下佢當成期啦，佢考試嘅時陣，佢都嗰片考場規下順足。一台遊覽茶，苗栗一台遊覽茶，敢若人安尼坐兩沙，行伊講奇怪，行到攏規下攏咧教哦，攏咧學講安樣考，樣嘛考，是笑的啦，行到咧講嘛，攏躺模啊，着考的是阿妹教的一點點的學語，古時行着兩個攏去講，個神攏躺模，行咧跳糖啊，樣安尼，面向人吼真奇怪。唔愛去上愛啊，唔都要認真去考。考嘅時間3分鐘，唔都想講3分鐘咱無講，都無機會嘅。因都想講，客家人都上欠嘛，唔無一概考過，海怪過來納一概，一概錢啊當唔係啊。親人我都想，佢上海都講，我講。面向嗰幾啊年後啲危機嘅時候，唔到幾解事情啊，都會學曉講。面向考題咯，我都感慨過都講，考樣考挺難過嘅安尼啦。面向進到屋卡講pour阿妹談，阿妹都講，樣講啥考無過嘅喎。唔係講考年尾過吧，都無考過嘛，唔敢講。面向我最記得都係我爸，因為我啲母卡是排第5嘅啊，所以世界讀書都真嘅都唔曉得啲人啊，一屆都冇考過，其實強到，我最歡喜都係嘅對應嘅人圖，都也還記得。我哋發言發到另眼相看啦，哈！我真係都冇想到過，
提鲁卡讲安尼44665，佢去考试考上去，但是头头有讲到伊个方面，你讲其实嗰时考试嘅时候，头头讲先做一台茶，头人一台茶，真系都嗰度本大都讲学长而一台茶去准备考试，但是你两个对讲嘢，又没得学长，好平常讲话地方都只能提鲁卡，讲个嘛能记记嘅，好，然后用样配一考。可是真正的比方来讲嘅话，真是唔能平常练习嘅一啲时间，真是鬼少吼。嘛，佢顺势拿到中国级。後來有中國級嘅一啲資格，後來入去做等學業嘅資源教師係咪？其實挺難做啊。啲教業嘅水松，其實我去教吼，我媽先。考到迄90年、2年當去教書，媽媽無想講，我去教安尼嘅書，我感謝安尼者啊，郭理想，伊都佇家己教客家嘅國小，佢也漸去，因為無去考認真，感覺佢無效啊，伊都先去考到嘅時，嘅政府國家都嚟尋佢講，拜託唔嚟教。搞到13年，我都教人多間，我去解啲一條路嘅造船，就時都放來下處嘅路面，佢都叫來請來講，唔來啦教一下我，我要排我冇教過啊，我冇拄啦，又講唔怕嘅，即嘢吼，一條歌嘅都一學期啊。哦，咁就真係鬼貼片嘅吼。可是都在於搞生意咧，係咪一條歌都搞係做得咯？休息一下喎，下一堂節目我哋放以前，我同講，其實生意咧規定一下，休息一下我哋馬上過來。翻過來福氣來嘅，上節目我哋來自嘉義嘅郭芳儀先生來到我哋現場同我分享講，當初中華學客家同時要考過我哋嘅行業認證，佢當中有一句有講到講，後來去我哋嘉義嘅水鄉幼兒園去做先生嘛嗬，佢生意來講嘅話，真係一條歌都可以負責下。其實我感謝係呢隻嗬。用啞巴來騙啦！冇我都唔敢去教，我唔錯，係冇教過咁，生意本來教都唔錯嘅落腳實，咪講我呢隻都嗱講啊，唔怕我喺教出都會準備好，我會出現出來，因為唔要排，騙人冇排，冇人都係聽書，一學期天唔是上咁多。咪講，佢都本來講教兩隻老虎，我都想講兩隻老虎真係要都教一學期嘛，一禮拜教兩隻老虎，真係學真巧，我都比較多。咪講，我講下禮拜就教，真係都比得我。郭先生，都衝兩隻老虎，跳衝嚟，我想話我當教一改天呢。呀，些人咧唔做呢無啦，斯坦人無教嘅人有冇曉咯？我俾錯講一下，咪好都嘅實嗰人係你哋講，都唔得，兩隻歌父母都無啦教嘅嗬，咪好講唔怕嗰度一條百公百婆啊嗬，都安尼嚕啦安尼，都我其實從你教書嗬，最重要都係教出無啦嗬，都真艱苦，也都真係安呢隻哦。我自從兩公婆安尼去準備教出來，也兩隻老虎都畫圖啊，畫兩隻老虎啊，我自從親什麼真聽書，那冇去兩公婆安尼吼，客家認真考試出來，冇圖去教書啦，咪講我呢隻也慢慢去教，慢慢去學，但係全部去教出來，所以演。大前鋒咧，真嘅，我自從聽書全睇。咁從對幼兒園嘅生意嚟講話，唔知個喺度教喺地方，因為講幼兒園嘅生意咧教學嚟講，最重要係乜嘢啊？用大通聰。用大通聰。唔係講一啲用講嘅嘢談唔出。安尼生意冇興趣啊。係啊，我安尼神氣啊。
啊，比方搞落安尼，阿妈即个要变休桑。係啊，真係用我哋講用教嘅方法，用跳嘅啦，用唱歌嘅方法，俾我哋學習。但是我有啲具體問題嚟講，其實佢是教你隨行，而哋家長大部分講好咯吧？咁而哋因為睇幼稚園地步，細人嘅講學一件事情，而哋係可以接受嘅。其實斯坦人佢啊，攏好多年。啊，阿媽個家咧教吼，我感覺真奇怪。因迄行人嘅聲音無幾多少，佢啊攏好多年嘅聲音咧。啊，見到斯坦人其實要比學，佢都看會到美落嘅情形嘛。有時候見到學語來講，也愈來愈發。冇錯，係等於如果其實。我感覺到我有時在學上地步吼，學人的爸爸媽媽不一定必要聲音我講學法，但是有時像我哋睇好多種地步，我看到講其實有啲好多人會因為講表現聲音呢多學習一啲法，可能為了我有個法的一啲開展，因為睇到卡都講好多嘛，但是你看去學校可以學到方言，可以學到學法，其實為了可能會有發展性。可能過多，中途都一開始是這個小姐就講到講，這個係咧係睇教義態嘅，但是而家係咧睇高雄，總嘛佢會使到高雄啊。高雄都係我拉啦，啲公山周邊啦，啊像講安尼較近。冇錯。啊，因為我哋教義有新竹嘅，啊喺高雄啊，佢也攏魔術師，啊像講安尼很高飛前面就。朋友，那高飛嘅年前10朋友來照顧我，啊，都照顧我嘅時節，啊，安尼天天喺高雄都尋到我即個愛興趣，都找人都功課嘅，啊，得啲啊成法。嗰時等於你講，嗰時就喺教義嘅時候你有新竹嘛，嗰時來到高雄嘅時節，等於你講你透過高飛重新睇高雄，所以是成法，係嘛？因為透過高飛嘛認識咗幾多朋友。但是我想講，因為其實有條高飛啊，嗬，而即個有，比如講高中地步有係好多人啊，嘛有學人，佢想睇高飛地步，唔知佢有讀到學人嘛？有啊，啲高飛啊，都有看到，我記得當時吼，啲高雄常常會上到阿妹啦，啊，我想講，高飛有斯坦人嘅服飾，吼，我都想講，啲其實條線上，我都得感受到阿妹問，會去南記啊，我唱下南嘅即個阿妹形容嘅意思，然後比歡喜，我打地講，我把即個要歡喜，所以我都想講，我也喺小路嘛，真感謝有時間都得本來分配，都會做些志工，啊，都去服侍老人家，都有老人家客家人嘅時節，啊，都為了用客家話去來講話，啊，用錄音嘅，我做嘛愛錄音，我哋高雄啊，幫阿妹哋講，我哋高雄做乜嘅事情，啊，用錄音嘅方式錄起來，啊，終於來講話較有話題好講話啦，安尼。用錄音嘅一個貼片，因為有條時節是講，我都從記下來，我打電話過一個伴媽媽時，我都提講，一禮拜發生乜事情，咁用錄音係錄乜嘅內容咯？錄音我都會錄一些很多人老人家攏講老嘅啊，無效嘅啊，啊都講啊古母親啊，因為講些負面嘅話，我都想講安尼，我都錄一些。比其他無好嘅，好啊！要去出來上課，啊要行，要做乜嘢？比看安尼，伊看到講，我大概轉來，攏要比看一個錄音嘅，啊也都用版，啊佢也用，佢都用一套安尼，我用想法，我想法都改變。咪好阿妹，大概我轉去建議，佢都會希望看到我。我啲因為我會帶一些咧動樣片俾看，用講嘅哦，冇拉啲啦，我錄樣嘅吼，看到冇形容啊，佢看到佢都會去做，所以樣向心態啊，係啊。因為真正比如講，嗰種我哋一直冇看到騙人嘅情形啊，都因為講可能全世界係最辛苦。但是因為有錄音，
本人看到讲，其实慢慢爱有安尼难通，配音嘛有安尼难通，但是伊可能慢慢的配音用的利用的方法行出来的，嗰种我想讲，哎呦。佢前线佢唱哦，嗰種我哋冇行出來。但是佢貼喺度講，佢唔唱人哋錄音過去嘅話，唔同媽媽喺個講法內容喺度講嘛，喺講嘅當然還是講愛安樣去改進一件事情。人生安樣嘅歌，唔可以選好歌嘅，來無好歌嘅，想法要改變，比如看到幾多嘅改變，愈來愈好。阿妹愈來愈好。真是有時看到配音以後，你發現到講，這個唔係最可憐嘅個人吼。佢種嘅一切有啲問題嚟講，譬如講到嘅高飛嘅有福斯斯泰人嘛吼，而個福斯嘅內容係乜嘅？都會唐吉講法，唐吉嘅事情係乜嘅？像阿條啲高飛，佢哋會上課做一些事情，然後福斯。嗰類最重要嘅，有條人滿肚來高飛，買條落去都行不卡，來講法，唐吉講，行來苦安尼，斯坦人都愛是安尼，係啊。嗰時從一條服務嘅對象來講嘅話，而大部分都係唔同日本高飛嘅人咪，都對我而哋大部分係高徒咪。哦，唔係哦，唔係。咁一部分嘅對象係哪來嘅咯？都係。沙比感覺佢需要人關心，人也就講，也就會派人去吉布卡講，斯坦人也四些人啦個同意，也就當然吉布卡講，但唔會用攞會有嘛騙人嘅啊，安尼，要同意當然。係，佢等於你講許多也為我哋斯坦人落下地方，都批判伊，睇伊講法，嚇，咁就有乜嘅心理地步嘅苦，佢都能講，咁。像安尼嘅話，因為其實我哋因為講像有台灣人幾個泰嘅斯泰人來講嘅話，其實如果希望講可以讀到一啲我講客嘅，談嘅是客嘅，咁像咱嘅情形我有度講啊，比如講因為我哋咧服務嘅對象來講，我講客哦放醫先生加希也講客嘅哦，有安尼情形冇？有，我當防疫用啊，高飛地講啊，些行業你會講啊，也是斯坦人是行人咯，談到行人唔敢定，都千倍迄種可能斯坦人偏用，都會用唱跳嘅，唱嘅個嗌客家人啊，嘅跳歌嘅比彈嘅人推嘅歌嘅，佢都會咪做北京冇人看過，唔用去跳講法法，我都行人啊，嘅佢哋都嚟傾嘅，係啊。嗰度等於用客話對嘅度，我哋聽人上來講嘅話，等於如果我哋講咁彼此嘅感情真係會幫到國家。咁從唔知家睇服務過程地方，我一直會感覺到講，你是頭有一次我從頭我講嘅地方講，看到有條斯坦人，就像看到唔係媽媽，同時唔係我因為講要照顧到人嘅斯坦人，佢想我照顧到人媽媽，做乜我有呢想法？因為有幾把人唔用嘅對人啊，人都用嘅對我相信愛用嘅對亞嘅斯坦人，啲家人嘅阿妹，哪有拍薩你個關心，一定會有。嘛迄相對人阿妹講啊，唔是上安多，上海人啊對人好，嘅是人妹電腦會有對人好，係我接受，後幾都我哋講嘅恩典啊，係啊，一禮物啊。我接受唔是強，唔是講愛慢，唔是安尼想，因為我有付出，啲家人有人付出，我常常記得啦。你當聽到人講，斯坦人對斯坦人啊，愛對友好啊，孝順，愛順啊。其實我講做到順天啦，我第一句斯坦人我去改變是冇可能嘅事情。高飛安尼服侍老人家，當地講做佢歡喜嘅事情，本斯坦人歡喜都會順。我說我本我妹冇乜嘅緊催啊，乜嘅我俾嘢都會時間，還有談佢講法嘅心，佢想我去哪，帶佢去安尼啲。其實也幾重要啦，嗬。休息下喎，下一段節目我哋咪嗰度嗰精彩內容。
分享过来福起来嘅。上个节目我哋来自嘉义，但是今日喺咧睇高雄嘅郭凤仪先生同我哋讲，以睇高雄用客家来服侍我哋斯坦人嘅故事。但是其实来到高雄以前有去过一啲佢特别嘅国家去工作，聽奶咯，我哋馬上幫我哋咧鳳儀先生去奶咯，去非洲啊，非洲啊，邊個國家？馬拉維。馬拉維，佢特別因為其實馬拉維算是我哋多會有人去工作嘅地方啦。當初都會尋到也工作咯。也會講對我較搞怪啦，係啊，我較無，咱人想法都想講，要專業嘛。嗰當時我經濟也無講真好，我就想講，要做安尼嘅事情，如果最好吼，揾條家出錢。我去實在都唔輸錢，佢吼我都一定會去。然後啲間嘢都想講吼，看到報紙啦，都看到國外具挑戰，安尼好哦。某個國家唔啲，我都無問，都助理，當助理安尼，我想安尼，你看都安尼過去。我妹啲講我去馬拉維，我其實我媽唔啲有只馬拉維國家，我都想講我出去看世界啊，安尼。窮樣嘅情形啊，嗰種更加睇報紙看到講助理，吃住全免，柬埔寨，差不多都冇嘢哦，因為事情貼到嘅啦，事情貼到嘅，但是嗰時間。看到馬拉維睇奶都唔掂，我想甘喜咯。雖然新住嘅啦，唔過咧，我都常常想按摩嘅東西啊，我都想講，無馬上我講去到非洲都冇想我做落啊，都想講都保護嘅看都過去，想我打算去都冇做落都錯嘅啦。故說去到嗰邊當地講我是幸福嘅，我唔係冇幸福。我一年冇去到嘅，我都唔會怪人哋喎。所以我過去嗰邊嘅事實，都會看到條家佢嘅本樣有善看，需要一隻台灣人過去接家協調，安尼。嗰時其實嘛係啲幾特別嘅機會啦，但係你講嗰片咧條件樣有寬人嘅，有順暢嘅，嗰時希望我有啲處理去接入嘅工作，至少俾我可以休息，冇得講，都是叫我時候可以過來台灣叫。但是去到嗰邊時除嘅處理以外，我想我請問一下講，你喺條件睇馬拉維係做乜嘅工作？畜牧啊，畜牧，屯乜嘢畜牧啊？條家都。貓到嘅福岡省咧，一隻師傅過去嘅古年煙啊，佢都畜牧，安尼。你意思講，其實福岡省睇我哋咧是主要歸到嘅，算是一啲慈善工作啦，可是而且其實喺非洲歸到地方都有孤兒院，孤兒院，嗰時唔係俾頭家。係天數一定去嘅孤兒院，你其實咪有多少少會嗰度事情，嗰時容易做處理。咁其實係奶咯，係啲延期地杯啊。延期地杯。福岡省佢有啲嘅買一隻太窄嘅梯，或者啲係佢細窄嘅米安尼。米窄。佢也做些。嗰時人家頭家去到嗰片，唔單止講即個做頭家。伊可能話即個去搞嗰條當天嘅營養嘅希望。喂，其實即個去搞即個用特別便秘啊，就看啊呢。天天氣清酒啦。氣清酒。做乜氣清酒喏？都有人冇教育啊，唔曉得。係啊，天天搞，所以其實要氣清酒。嗰時像人咧搞公園咧，話好搞冇？冇好，攏貴啊，私人茶。條家又搶一隻視察，摘晒奶水啊，沙條啊，佢畜牧用嘅材料啊。咁伊哋公園會準時上班下班安尼冇？會啊，我叫4點都下班。要4點都下班咧，但是聽日我哋上班冇？睇禮拜請到嘅人30歲，等下做天二就變23。
伊啊，伊都提供求村，加着一礼拜都量薪水的，量到都去了的啊，搁落都无做来，所以人工30要变2、3都5、3的天。咁就等于你讲，常常你爱亲人，常常亲人以后又要重新训练，所以真忝。真係幾辛苦呢吼，係。還有講神奇嘅老人用啲麼？暗地加條魔術教育，算是都唔像暗地。啊，你想講簡單嘅言語來講啊，吼，用頭腦毛。啊，條家講其他有我當書，我講做嘛要頭毛咯，叫加條都毛吐樹啊，啊算10幾嘅檔嘅哦，都毛吐算。佢前次公體拿辦公室頭無肯用素材，啊條家講唔准你拿飛機量10幾個檔誒，哦，啊就落來量飛架，佢要意看啊，啊想其實佢看嘛該安尼啊，啊咪講啊條家又講佢唔知安尼是10幾，條家要寫10，啊比拿單誒拿量單誒。啊！如果一隻排，一隻排，佢都看天下看只個念嗰個土巴啊，啊當拿到，當佢就伊個唔想安尼，我去救，一隻木我去救。那明日我面對到我聽日未來一到日的工人唔對哦，然後同時一個工人冇辦法講有前途呢吼，唔即個冇辦法決定講。我也要想到啦，做奶球。咁從馬拉維來講法，也要氣候樣嘅呀。氣候哦，高山啊，較高啦。哦，啊佢都較燥，唔會像台灣較濕。較濕。啊熱唔怕暗，唔會炎安尼。啊，過來佢嘅紫外線啊，真強。啊，當一禮拜出去一天都冇啫。一禮拜攏你辦公室冇出去，一禮拜。迄個假日就算是算我哋中南部誒吼，冇想到去到叫美國有誒。啊，啲嘅唔做水拍嘅。好啦，這因為山高啦吼，嗰時紫外線過強。佢幾時先？唔知講睇咧睇，譬如講福岡山咧，伊啲人氣地方嘛吼，喺咧睇嘅。咁你平常應該我有採買啊，好我有買東西啊，啊乜人帶你去買咯？都條家有搶手機啊，啊都帶我哋去超級市場買，我10點鐘嘅食材，啊看清楚安尼，啊買咗嚟不卡變啊，因為夾到嘅食嘅東西攏嘅那個保守粉啊，台灣人啊有啊都食，吼啊都去買咗嚟啊教本人做本下條食。咁從我哋發現咧，超級市場地方買得到東方嘅食品有錯嘅。有啊，其他人聽到呢，烹飪、印度人嘛個攏有啊，啊唔會嘛個食材攏有啊，清酒。嗰時從唔知間呢，喺啲地方嘅話，算是因為頭都人講嘛，話10點嗰種嘅茶嘅去到伊啲超級市場嘛，嗰時呢喺啲地方算是個鄉下呢嗬。係啊。跟住我拖到伊啲按鄉下地方去。鄉下都其實條家吼東城區啊，啲其他城方福島嘛個喏想法無權用，啲日大佢講領導嘛個耐心，無貼急，啲日大都慢，嘛個都慢到錯嘅，啊所以我講啲家佢講吼，啲日大人佢看到講吼。新聞啊，講音樂片無好食，唔會啦，攏像足，係啊，無影響嘅安區。係啦，我哋有時睇新聞事件裡邊，我見面講啊，伊喺第三世界地方可能有個落後嘅國家，但是也落後嘛，唔會講落後都冇東西食，好，只是講冇像台灣按到好食，好，冇睇緊人生活得按好，好，嗰時但是以前其實生活嘛，生活得下去，同時講伊哋日嘛過快樂，嗰時你睇嘅地方差唔多工作會久啊。我啲嘅86年天啊，86年天，因為規下出去，攏規下攏啲人氣地杯，一種本關燈，出去都危險啊，攏規下無人都要人看啊，看兩旁輻射無肯用，都伊人看都小上個人衝啊咧，大佬冇圖，咪講我都啲嘅感覺講，我近邊位過去。
迄是上公啊，嘛该愈无。基督教当地讲，我嘛该愈有，嘿，唔免讲无，只个爱想法，当地讲我是唔错嘅。看今日节目，我发现到讲，其实人生的一个故事底本，这个永远冇想到讲，以前坚持的事情，后来会影响唔嘅。譬如讲，我哋喺方医先生嘅妈妈一路坚持，办些事情一定要讲合法，但是我讲合法一件事情，后来唔单止帮我哋喺方医先生有机会变成一个职业教师，后来嘛可以睇我哋教会用合法以服侍我哋斯坦人，同时当初去到想嘅我哋嘅肥族嘛，希望讲。可以冇過來，但是冇想到伊去到幾片，我認為講，伊嗰種乜個都冇，但是比起非洲人來講嘅話，其實伊擁有嘅幾多。今日我感謝我哋方醫先生，我現場分享安多安精彩故事。感謝主持人，感謝大家。休息下我哋聽下嚟欣賞來強下運動哦。我跟福起來嘅觀眾朋友，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，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。